同香港議員真係差天共地啊！啊，皮幾嘢啊，800幾蚊一個月嘅啫，係嘛？係咯，800幾蚊一個月啊，900啦，係啦，當佢900蚊一個月啦。未報稅喎，佢哋都要扣稅喎，扣埋稅係嘛？咁咪得900扣埋稅係咪？正常都話冇咗1/3㗎啦嘛，係嘛？咁就係900蚊，即係600咯。即係你試下揾份工啊，600蚊啦。佢哋一個月開4次會，每次開會3個鐘、4個鐘。如果冇咩特別事，未計準備開會，未計去探訪啊，去同啲人接觸嗰啲咁嘅 click 卡嘢啦。咁所以咧，到手6嚿水嘅工啊，真係冇乜人中意做噶啊。咁啊，仲有油費啊。